还是要唱这首，你应该会知道。预告一下，就是今年多的多学趴，本来想说10月，可能现在延到11月了。因为除了查马克要发片以外，另外一个鼓手就要去马斯卡拉贝，他也要发片，很烦呢。发片很屌是不是啊？搞到最后好像只有我比较期待图的多学趴。不过还是觉得跟朋友之间的承诺就还是一定要做到的。等我好就把他们搞定之后，再跟你们讲什么时候办。好，其实这一年其实还蛮多想做的事情，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还记得吧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就是我曾经想说，我想要回去都兰小巨蛋开演唱会。你们知道都兰小巨蛋在哪里吗？都兰国中。在都兰。对，因为台北的小巨蛋我唱不了。我唱到金曲奖的时候一首歌5分钟不到，还不错啦，金曲奖不是每个人都有，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去。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唱的。然后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想很久，这样，就一直想说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然后刚好这一年碰到很多事情，就开始有一些反省。主要是在台北经营的表演那样，就我很会想讲乱想，跟我一起相处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脑袋有时候他们也搞不清我在想什么，我都是自然而然，我就是看到什么就觉得是什么，就把它连在一起只是把台北经营出来的就是表演，然后跟你们可能会想要看我表演的你们这样一起带回去都兰唱，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很厉害的感觉，只是多了那一套那个火车票来回而已。我是这么觉得，好像那对啊，小巨蛋那么辛苦，把那么多人带回去唱，那到底会变成怎么样的？刚好这几年参加很多音乐剧，就是我们自己部落里面的晚会啊，就是还我土地的晚会，所以守护传统民艺的晚会，然后看到巴奈姐姐那种，就是她用招募很多有心的朋友一起来保护东海岸，然后用一个
彰化海岸的类似，也是像音乐会的形式那样，很辛苦，做了很多议题一样，然后都是很好的，可是就是觉得他们很辛苦，没什么钱，然后来参加的朋友也都是没什么钱，只有人跟力气这样，会怎样这样？然后又看到垦丁，因为我太久没去春天呐喊了，今年刚好跟团员约又要去春天呐喊，哇，春天呐喊的确是造就垦丁繁荣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活动。可是我觉得垦丁有文化啊，恒春那么多闽南什么歌谣那些在地的音乐，可是这个音乐剧好像跟当地完全没有什么连结。虽然他办得很成功这样，然后赚钱的也不是恒春啊，也不是垦丁当地的人，这样，然后再去参加海洋音乐季，哇，这文化好多钱，然后在垦福隆那边办了那么大的音乐季，然后。又跟垦丁不一样，春娜那个我算是很认真在当地经营，所以慢慢繁荣。可是海洋音乐季看起来只是个标案，案子结束之后，观光客就没了，所以福隆也没有像垦丁那样的发展那样，就觉得这么多靠着音乐，然后音乐其实明明很有力量的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就心中有很多交集，就想到自己回去读完小巨蛋唱歌这件事情，就觉得怎么做比较好，就开始想。刚好今年暑假又去参加音乐季了，今年去参加冲绳的，又参加鹿儿岛的音乐季。冲绳其实还蛮有条件办音乐季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丰富嘛，充满着音乐的一个岛屿啊，很有个性，而且无可取代。可是我觉得鹿儿岛的音乐季反而让我觉得很佩服，因为那个音乐季很小，它只是在一个废弃的国小里面办，今年才第3届，然后第3届就有6000人次。说怎么会这么多人来？然后音乐季好干净哦，没有人乱丢垃圾哎。虽然到处都有垃圾桶，可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就是很多义工。说这个音乐季也太神奇了，没有垃圾，就进去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音乐季好干净哦，不会很乱。虽然人很多，可是没有很乱的感觉。然后去啊，看到刚刚的节目单啊，我傻眼了。节目单上面写的。因为他说节目表演者全部都是鹿儿岛当地的，鹿儿岛就很像他们就是鹿儿岛县，就很像台东县这样。我说哇，鹿儿岛县有那么多歌手，好神奇。他说没有，鹿儿岛真的浮在台面上的歌手只有2个吧，然后其中有一个有回来，就是比较有名的，就像台东县有阿妹一样，有一个很有名的回来。啊，其他是什么？就看说。国小合唱团，这个也可以啊。高中什么联合高中摇滚社，哇，这也可以。可是因为它是售票的，就像这样也可以卖钱吗？这样，谁会来去看那个国小合唱团啊？票不便宜耶，4500日币，1000多块台币吧。而且就觉得这个也太神奇。然后我刚好看到压轴是一个那个自闭儿学校的一个乐队啊，自闭儿不是智障哦，只是他们不爱讲话而已。他们30个团员吧，在台上满满的，然后从10几岁到50几岁的人都有，很多人看，然后看不出来是自闭儿，因为我看到他们在表演，哇，那是声巴音乐，啪啪啪，很热闹啊，还有打鼓的，我说这个我可能是自闭儿学校的团员，然后表演完的时候，我后来发现他们是自闭儿，因为他们音乐很热闹啊，观众给他们大掌声，啪啪啪，然后表演完，他们头就低下来。我就说落差大，然后指挥敲那个桌子，当当，他们就抬头，然后就声巴音乐又开始了，说好神奇哦，这个乐团也太神奇了。可是重点是它跟在地的连接好强烈啊，因为上面表演者就是下面摆摊的人，
而且东西也不会就让人家觉得很怎么讲，就是我都觉得很有创意，因为他们那边有火山嘛。其实他们那边要发展观光也不太好，因为那个火山是活火山，就平常会冒烟的啊。他们一年四季啊，就是城市是两个半岛，轮流吸火山灰，所以在城市里面就是到处都是硫磺味，其实空气对一般刚去鹿儿岛的人会觉得很不习惯。本来这些东西可能不适合发展观光，可是你知道吗？他们那个学校里面卖的那个东西啊，是用火山灰来做沙画。我就觉得哇，然后小的是明信片那种小的卡，大的就是很大的一幅画，啊，真的是很好看的一幅画。我觉得这个音乐剧让我有非常大的震撼。我想说，那我的杜兰小鸡蛋可不可以变成一个音乐剧？我就让部落里每个人都上台唱歌，唱歌的人本身就是摆摊的人。然后把大家的表演调整一下，就是精彩的最好，就是都20分钟，顶多30分钟这样，就不要暴露太多缺点。所有的表演要精致化，土啊，大家都觉得啊，很多原住民的音乐很土。我觉得土是一种风格，不代表廉价，就看你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看待这件事情。如果这场音乐剧全部都唱阿美族语，而且是不可取代，你别的地方也听不到的，我觉得好像也有可能，但是对一般人来讲很难理解，就是怎么名单列出来什么部落妈妈合唱团，我们这样会没有办法人家买票，所以那时候鹿儿岛音乐剧的人说，对啊，还是要结合当地有名的人，就说鹿儿岛最有名的人。然后歌手来帮他们撑起这个音乐剧的门票，就是说，然后来看的人看完之后，他才理解，其实那些表演的团体一点都不简单。他说还是需要这样的人，我就想说，唱阿美族语的歌手最有名的，小玉。这个阿密斯音乐剧，阿美族最有名的歌手应该算得出来。可能阿洛啊，或者是比利高洛，还有一个叫淑女的。那应该可以有办法撑起这个音乐剧的门票。我就这样想，越想越开心。整个人就开心了起来，就觉得这是我想要做的一件事。然后，但是部落里面的人还是真的没办法理解。然后，我决定花一点时间，就真的回去跟部落的一些长辈啊，或者是年轻人聊聊啊，看看大家要不要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呢？可能很困难，因为真的没有什么资源呢。虽然我们有很多天王天后。好，那我还是要邀请我的乐手，来宾。